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赖伟一。明年台南欢度400年，除了由市政府规划一系列活动之外，民间也共同发想，其中会在台南市安定区的古堡无患子公司就仿造安平古堡，打造了一座安定古堡，并且融入了 LED 灯饰，相当美丽耀眼，成为安定区的新地标。台南为了见证王城届满400年的岁月风华，除了政府推出一系列活动来宣传，民间也共同发想，为打头阵的台湾灯会尽一份心力。其中古堡无患子公司就想出仿安平古堡，建立一座安定古堡。灯座外观除了结合台南400的元素来设计，也融入企业的特色包装，并依照时节来变换。29号启灯以后，成为安定一大代表性地标，尤其在夜间五光十色，美丽耀眼。我这逐档有哪拢有外观起来嘛？因为我这个较草地，咱甲咱台南400年做一个地标伫遮，咱游客来当来参观，咱用时会佫会倒来真水安尼。安平吼，会古堡徛在遮呢，无安平，那上侪人会当来咱安定佚佗，会当带翕相安尼。为了迎接400年跟台南灯会我们王董事长非常的用心，打造了这一座比较迷你版的安定古堡，也把它相关的优质的产品都在这4周把它服贴上去。那明年也就是一个台南的观光年那启动这个台南400及台湾灯会那要迎接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到台南来游玩。那也欢迎到我们安定，那来安定一定要来安定古堡。迎接台南400，现在安定除了多一座古堡造型，业者也设计3款黄金精油皂限量推出，相当喜气吸睛。咱起色都用3个颜色，一个是迄个武庙红蓝晒图蓝，甲迄个凤凰紫。咱想甲即个物件做一寡周边产品，一寡迄个外来游客咱台南嘛会当，就是讲甲即个物件要做当一个纪念品安尼，当一个纪念品就是用黄金皂咱就用金箔就甲做表面安尼规定，嘛当洗，毋要放办公室，佫继续好看呢。古堡无患子从传统农业成功拼出品牌行销，并进军国际市场以后，每一年春节除了特卖回馈消费者，也会展示小汽车公仔、古币等珍贵收藏，对外免费参观。今年又多了安定古堡，成功制造话题。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大东湿地公园忘忧森林是著名的拍照打卡胜地，不过却因为部分草地枯黄，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呈现光秃秃的模样，让人感到可惜。不过这可能是因为季节交替的关系所造成的。此外，当地步平台破损也是相当严重，这部分就是维护问题，因为潮湿的关系维护不易。高雄市府公园处预计接下来会进行维修，还给民众美丽的忘忧森林。本该是绿意盎然的草地，却有大面积的部分已经枯黄了，甚至还可以看到一整片光秃秃的模样。这里是高雄凤山的大东湿地公园，美景不如以往，也让民众抱怨这里的环境。这里的环境不是很好，跟卫武营那边比起来差很多。然后树叶没有天天在扫，来运动就是要安全，然后环境舒适，不是舒适就是说让人家感觉说来这里运动很舒服。不只是草皮的问题影响美观，还有木平台在历经年久失修之后，也变得残破不堪，周围还围起了三角锥，防止民众跨越。可以看到湿地中有许多鱼，更有鸽子以及鸟穿梭，相当具有生态意涵。只是这么让人放松的忘忧森林里，却看见许多破烂木板，实在是破坏美感。不过其中草皮枯黄，可能是因为季节交替的问题。高市府也预计修复改善当地景观。枯黄掉的话，我觉得要先看看是不是季节的关系。就像我们学校的操场它也是会到冬天的时候它就会容易枯黄。
然后土地就会开始会出现看到。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要去探讨说，是不是因为季节的影响，或者是因为大家都走路，然后把它踩平的。因为目前气候进入秋冬季节，草皮因为天气寒冷干燥，为了适应气候存活，会自动进入休眠，开始枯黄，变得较不美观。但雨季来临后，就会转为青绿。公园处也为了避免草皮枯死，本月中就已经针对草皮定期的加强洒水，另外部分裸露处也会进行草皮补植。至于木平台的破损，就是维护的问题了。因为潮湿，维护不易。高市府预计会进行维修，希望还给民众美丽的大东湿地公园。因为该处环境潮湿，木平台较容易腐烂损坏，也会办理拆除该一草皮，以恢复万佑森林的景观。相关损坏设施将于12月23日前改善完成，后续也将加强公园清洁维护。大东湿地公园是相当知名的拍照打卡圣地，虽然因为草地枯黄与木平台破损，让人不免有点失望，但市府公园处已经着手要进行改善，让忘忧森林的美丽继续被看见。记者郑光佩、庄淑婷高雄报道。桃园市政府日前举办桃园市星级友善店家认证颁奖，这次有超过90家业者获奖，由张善政市长亲自颁奖，期盼透过认证表扬，鼓励店家给消费者更多及时帮助跟美好的消费体验。为了活化地方产业，促进店家服务软实力，桃园市经济发展局从109年起开办桃园市星级友善店家认证，过去都以商圈为示范区域，今年起扩大到全区店家，鼓励桃园市商业服务业店家提升友善服务量能，并且在29号举行颁奖典礼，由张善政市长亲自颁奖，希望透过认证表扬，鼓励店家给消费者更多及时帮助以及美好的消费体验。我非常高兴。我们讲友善店家，就是消费者到店里面的时候，能够非常舒服的消费，包括对长辈们的友善，对环境的友善，或是对这个性平的友善，还有这个卫生环境的友善、语言的友善、科技工具的友善等等等哈，很多面向。所以要把一个店家经营到我们的这个友善店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非常高兴说，今年超过100家的店家来申请。有将近100家能够拿到认证，表示说我们这些店家经营都非常的认真。我们希望说这些店家能够带动我们桃园所有的店家，让所有店家都能够见贤思齐，把店里面的环境弄到尽善尽美，让消费者呢有一个更友善的消费环境。知名连锁冰店这次一共有3家店获得星级友善店家认证，业者表示获得认证可以让消费者更放心，评审也会提出改善建议，让他们之后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感谢经发局办这个友善的店家的那个星级认证，其实会提升不管是在内部跟外部，内部最主要是员工会因为这样的非的友善而更提升自己的服务的热忱啊。那如果对消费者来讲，他看到这样的认证，然后感受到我们的热情跟这样服务的认证，更会推荐消费者好朋友来。我觉得委员也会给一些在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在譬如说在可能有做到不足的部分，会再给建议，然后让我们再更提升，不管是在语言多国的部分，因为可能只有英文，那我们可能只有越南语，然后可能要增加其他语言，更增加我们的友善的程度，这样。博爱商圈荣誉理事长表示，商圈非常鼓励店家来申请友善认证，让消费者一看就知道这里提供很多友善服务，也会增加来店意愿，也对店家更放心。好，我们这个友善店家呢，其实我们都鼓励我们的店家可以来拿这个友善认证。那这个让消费者呢，可以来这边消费的时候能够更放心。就是我们有非常多元，比如说你有提供水啊，或是洗手间，还是说你的 WiFi， 还是甚至说你可能语言上面的这个要买的时候，你外国人或谁来都不用担心说，来这边你可能会有语言障碍的部分。就这部分来讲，如果让消费者看到我们是友善店家的话，相对的他们来这边买东西会更放心。今年度友善店家认证以中坜区57家数量最多，其次是桃园区有36间。今年度通过星级友善店家有超过30家在年底前推出专属消费优惠。未来经发局也会致力于推广美食休闲产业节庆相关活动，继续为店家创造无限商机。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
为了带动观光经济，基隆市政府特别推出2023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从12月1号起跑，共有40家卤肉饭店家共襄盛举。市长谢国良欢迎民众到店家消费，还可以拍照打卡，参加周周抽活动，票选出最爱的卤肉饭。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3、2、1，开动！记者会中，市长谢国良跟副市长邱佩玲与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跟贵宾们一起品尝各具特色的卤肉饭。一下子市长就吃完一碗，秀出空碗，为首度举办的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进行宣传。基隆卤肉饭，守候家。这次共有40家卤肉饭店家共襄盛举，在记者会中端出各家特色，还有难得一见的巨无霸卤肉饭。这样10碗，这样是10碗的量。对，10碗的量。非常高兴，我们在12月1号开始可以进行我们的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的比赛，在我们超过40家的卤肉饭业者，大家可以票选，找出心目中最喜欢的卤肉饭。那民以食为天，那米也是我们这个台湾也好，基隆也好，最主要的一个我们的软实力跟竞争力。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农粮署以及米谷工会，还有我们众店家老板们都有共同的，大家一起来推广我们基隆的卤肉饭。我刚刚其实我吃1碗不太够但是我们先把这个活动办完，我等一下再去找第2碗再继续吃。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出心目中最喜欢的卤肉饭，然后票选下去。不管是我们的肉羹汤啊、虾仁羹啊，或者是我们的排骨汤，甚至是我们的蛤蟆排骨汤它们这里面都有一个最重要的灵魂。是最百搭的，号称我们全台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基隆的卤肉饭。那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呢，其实我们也很感谢基隆市米谷工会协助，也配合我们农粮署的政策来帮忙我们的店家来申请我们的台湾米标章秀一下就您可以认明这个台湾米标章的这个厂家就是假咱正港的咱台湾米100%的台湾米。2023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12月1号起跑，到明年的1月15号。民众在活动期间到名单内的店家消费，享受优惠之外，还可以拍照打卡、上传参加周周抽活动。另外还有网络小游戏，可以客制专属的基隆卤肉饭。活动期间内获得票数最高的5家人气店家，每家店可以获得奖金与荣誉奖牌。市长谢国良欢迎各地的民众踊跃来基隆品尝卤肉饭美食，也来一趟基隆小旅行。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台湾自来水公司日前举办板新2.4万立方公尺北仓清水池启用典礼，在立委吴其明的争取之下，三峡板新水厂清水池容量从5.5万立方公尺增加到7.9万立方公尺，不仅完成新北共饮翡翠水库用水最后1里路，一改早年三峡莺歌由石门水库供水时缺水限水的窘境，也让三峡莺歌民众提前5个月共享稳定跟优质的翡翠水。台湾自来水公司今天在三峡举办板新新建2.4万立方公尺北仓清水池启用典礼，包括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陈建仁、立法委员吴其明、苏巧慧及700名乡亲到场见证。三峡也能喝到翡翠水。我过去常讲，三峡绝对不是2等公民，三峡一定要喝到翡翠水。那经过了8年的努力，我们今天终于已经做到了尤其呢，通水之后，我们可以稳定我们这边的一个水压以及水的供应量，因为这边有24000吨，24000吨的配水池，那未来我们可以稳定水压以外，还可以在枯水期，我们还可以充分的供应整个三峡以及我们土城，我们是现在已经全面饮用翡翠水，所以今天我很高兴，今天我们包含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包含行政院长我们的陈建仁率领行政团队，大家一起共同来见证这历史的一刻。北仓清水池完工后得以储存更多用水，供应枯水期、台风期时紧急用水所需。配合已完工的福州加压站至板新厂管线工程的管1、管2工程，每天增加3万吨翡翠水库用水量，整体翡翠水库支援新北量能达到每日84万吨。而板新集水厂新增的2.4万公尺北仓清水池，加上原有的5.5万立方公尺，容量扩充到7.9万立方公尺。那另外呢，我们自来水公司也尽了很大的努力来供水。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一个板新的清水池做好了以后，我们很高兴三峡莺歌这边的乡亲可以喝到翡翠水。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很重要，当我们这一个清水池做好了以后呢，我们在石门水库的水呢就不必要再供应这个地区，然后完全来供应桃园地区，而且还行有余力呢，我们可以供应给新竹，让新竹的科学园区的供水也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这时候除了喝翡翠水，还可以让我们的新竹的供水完全没有问题，让我们的科学园区有很好的发展。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哦。板新2.4万立方公尺北仓清水池涵盖台北北部地区供水改善计划之中，计划包括前瞻基础建设用于福州加压站及板新集水厂间，新建10.3公里的备源供水干管工程，由中央斥资20.43亿，目前已完成管1、管2段，先行与加压站既有管路衔接加入营运。蔡英文表示，今天以总统身份来见证他2010年参选新北市长时供应翡翠水的政见实现，感谢历任行政院长、台湾自来水公司团队的努力。蔡英文表示，透过在地立法委员关切重大建设争取预算，不但促进国家进步，同时也是国家重大建设与人民的沟通桥梁与连结。我曾经有个身份，大概大家都还记得哈，我是那个没有当选的新北市市长的候选人啊。那我在选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政见，就是共赢翡翠水，哈，这是我的政见哈。那虽然没有当选，但是我做总统了，我就把它实现了。我们的2019年，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双北共赢翡翠水的最后一里路啊。那今天我们这个板新2.4万立方公尺的清水池的启用呢，是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那刚才我们院长也跟我们讲哈，这个共赢翡翠水的工程到达了我们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事实上，整个北部从基隆一直到新竹的供水哦，都全部顺畅起来，而且都能够确保即使是在百年大旱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撑过那个供水的需求啊。吴其明表示，这项重大基础建设工程回应三峡乡亲的期待，促进地方经济成长，提供三峡居民及未来三峡 AI 园区用水。这项工程提前启用，让民众早日享受到水质改善与供水效益。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为了替外送员争取权益，高雄市外送产业工会已经在筹备当中。高雄市外送产业工会筹备会筹备委员指出，现在外送员的薪资跟以往有明显差距，再加上保险费用得由外送员本身支付，压力实在不小。前高雄市议员林宇凯也非常重视相关议题，并且针对高雄市外送平台管理自治条例草案部分提出看法。为了替外送员们争取权益，高雄市外送产业工会正在如火如荼的筹备中。其中，高雄市外送产业工会筹备会筹备委员指出，现在外送员的薪资与以往有明显的差异，以前可以赚10万元以上，现在大概剩一半。就以前的薪水大概可以每个月上收入大概到10万元以上，那到他这几年扣款，从今年开始又扣那么多次的状况下，目前的薪水，以高雄来说，你跑满4个礼拜的顶标，大概5到6万之间这样子。其实扣掉成本，说实在的，我们没赚多少了。以前一单从120到100，到后来的60到40，从2公里40块又变到4公里40块，这部分希望政府去重视这样子。薪水降低，物价上涨，就连保险费用的部分也需要外送员们自己支付，让他们的压力更加庞大。保险的部分就是营业用第三责任险，这部分是每一年比每一年更贵。那我们薪水调降的状况下，这部分平台也没有帮我们
做所谓的营业用第三责任险部分的保险的话，我们自己的成本也是增加的。前高雄市议员林宇凯也非常重视相关议题，之前就曾为高雄市外送产业工会筹备会发声，号召外送员参加联署，争取外送员们应有的保障。此外，他更强调，目前外送员的权益不足够，并针对高雄市外送平台管理自治条例草案部分提出看法。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高雄市政府市议会要修的这个外送平台的管理自治条例里面，它所着重的是在卫生安全、交通安全、消费者纠纷的这一个区块，但是对于外送员本身的权益，很多是不够的。包含这个第三方的责任险，如果说外送员他跑单一定时数，他其实应该要被算是外送平台的正式员工可是现在他都用承揽制度嘛，就是外送员被平台当作是我外包给你的工作，所以你出事你要自己负责。但是如果每个月他跑单的时数已经将近200-300个小时的时候，你怎么还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外包人员在看待呢？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是在平台业者要契约里面就要有明定的规范，多少小时以上你必须要保险必须要强制的第三责任险。可是这自治条例里面站在是平台业者的角度，他没有站在劳工的角度在思考这个自治条例，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随着外送员行业的兴起，他们的权益确实该被重视，各方共同努力，希望能为这些在马路上奔波、为客人送餐的外送员们争取到应有的权益。记者王仲凯、庄淑婷高雄报道。台南市政府为了让民众认识沙仑绿能科学城，在绿色能源智慧科技展现的成果，特别规划沙仑智慧生活周，其中就有业者展示将电灯泡跟插座直接放入水中，竟然不会漏电的成果。另外，工研院也推出用太阳光电所打造的绿能屋来煮咖啡，让参观民众大开眼界。沙仑绿能科学城一直是南部重要的科技研发中心。对此，市府为让民众更加亲近、认识相关智慧科技的成果，所以规划了沙仑智慧生活周，邀请超过60间厂商来参展。其中有很惊奇的研发，就是业者将灯泡连同插座直接放入水中，还将手伸进去，竟然不会漏电，也不怕触电，吸引市长黄伟哲都来参观。一般来讲，插头丢到水里面都一定会跳电、会漏电，甚至手伸下去会电到。但是我们的设备已经可以做到手伸进去其实是不会电到，我们在瞬间然后造成零电位差。那也就是说，未来使用的这套我们开发出来的设备，以后家里就不会有漏电电死人，不会有因为漏电而产生的电线走火，然后公司也不会因为漏电下午整个都不用上班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称是从富兰克林发现电以后最神奇的一项的设备设施。那我们也希望说，今天能够借我们沙仑科技展，以后能够推广到全台湾。会场除了令人赞叹的漏电保护装置成功运用在市场以外，另外利用太阳光电的系统所进行的绿电开发，可以将所有绿电储存在这个装置，然后分配到每一个家电，借此和咖啡业者合作，贴近生活，也成为展览当中一大亮点。光电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这个来源电力来源，那我们就透过储能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电力。那当这个台电端如果电力这个不稳定的时候，或是断电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短时间的供电。目前就希望结合在地的一些活动来使用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有这个可以用咖啡煮咖啡可以跟咖啡的业者合作或是说我们可能有电磁炉就可以煮一些关东煮我们可以跟在地的一些食品业可以合作那未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光储设备，然后到每个地方提供一些快速的一个电力供应。科技来自人性，所有的创新研发都应该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实际运用来解决问题。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基隆光影节在12月1号晚间登场，展开为期17天的梦幻光影之旅。市长谢国良、议长童子伟主持正滨渔港色彩屋点灯仪式，180秒的爱恋基隆梦幻漫旅光雕秀，民众惊呼连连。结合亲子童趣基隆风情为主题，12月2号跟3号2天还有光雕秀，西区景点则有 IP 光影装置以及 AR 城市寻宝游戏。
五彩缤纷的光影瞬间点亮，正滨渔港色彩屋前出现了七堵旧火车站、海门天险、和平岛及海洋广场等灯光秀。邮轮缓缓驶进基隆港，各种基隆知名景点全都映入眼帘。2023年基隆光影节1号晚间登场，市长谢国良、议长童子伟及官销处长郭宪平、文化局长陈庭美等人共同主持点灯仪式。尤其是在正滨渔港这边，有更多的 AR 可以让市民朋友更多的来观赏。那我也跟议员们来报告，我们的彩色屋基本上是基隆市现在大家很欣赏重要的一个景点之一。那明年度我们要把彩色屋的区域扩大，我想周边、对面等等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继续发展。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们会积极来进行。我们基隆的城市纹理跟我们基隆的故事性很适合，透过我们的一些行销手法来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认识基隆，感受我们基隆的浪漫港都。我想像这样的氛围里，就在基隆的一个雨季，然后再走在港边，我想也特别有韵味。那希望透过光影节的活动，可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注意到基隆，来到我们正滨渔港走走，然后也希望让更多的人留下来住宿。会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旅游观光指标。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多元性，可以让我们的世界看见基隆。点灯仪式现场，邀请小朋友最喜爱的水果奶奶，还有腰果小学、嘎嘎、库伦到场同乐。市政府和台湾原创动画 IP 腰果小学合作，将水果奶奶变成了动画角色。其实我们这个腰果小学不但在电影院放映，还有我们有做全台湾的这个校园巡回跟放映的时候，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些角色。所以我相信利用这些角色设在基隆的各区呢，然后也让他们学习每个地区的一些地方的特色跟文化，我相信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然后小孩子也会觉得很有趣。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本土动画 IP 能够借由各种活动跟大家一起结合，然后让我们的内容更发扬光大。刚刚有看到老鹰，然后看到灯笼，然后看到火车，还有一些就是基隆小吃，跟还有就是公视的这些人物、卡通人物和水果奶奶这样子。像以前在香港有看过那个幻彩永香江，觉得很漂亮，没想到现在我们基隆也有了，很棒。水果奶奶她去哪里？虽然天空不作美，但色彩屋前出现了光雕秀，引起了不少民众抢了拍照。接下来12月2号、3号2天，光雕秀将在每晚6点到9点，每30分钟播放一次，全长180秒。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圣诞节即将到来，芦竹知名购物中心特别打造最奇幻的雪怪与迷宫椰蛋树，以白雪迷宫为主题，超高椰蛋树跟可爱的雪怪置身其中，犹如身处在冰雪童话里。每天整点还加码雪花秀，轻柔雪花搭配缤纷光芒跟应景音乐，浪漫又充满童心。跟着镜头一块来看看。雪花飘飘，雪白的圣诞树上还有超级可爱的大雪怪，超级吸睛。圣诞节即将到来，芦竹知名购物中心特别打造最奇幻的雪怪与迷宫圣诞树，以白雪迷宫为主题，超高椰蛋树跟可爱雪怪置身其中，犹如身处冰雪童话里。每天整点还加码雪花秀，轻柔雪花搭配缤纷光芒跟应景音乐，浪漫又充满童心。耶诞节已经快要到了，台贸购物中心在今天从即日起开始到明年的1月2号，我们展出了雪怪与迷宫圣诞树。在 B2 楼，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场域，然后有一个8米高白色的椰蛋树，然后上面还站着一只很大很可爱的雪怪。然后欢迎各位可以来这边做拍照。我们这边今年有提供圣诞节活动，有提供一系列好买、好拍、好玩的活动。然后在耶诞前夕呢，我们也会准备一些有圣诞老公公可以拍照合影的活动，然后还有音乐会的活动，也都欢迎大家阖家大小都可以来这边做参观。
点灯仪式当天，购物中心除了邀请幼稚园的孩子化身超 Q 小雪怪，还有专业 coser 变装成雪精灵，置身在圣诞迷宫装置当中，怎么拍都超级好看又梦幻。民众也直呼比往年更有趣，之后还要再来拍照。对，因为小朋友在上幼稚园，蛮可爱的，跟去年也蛮不一样。今年比较雪白，而且今年有那个主题是雪怪，蛮可爱。然后小朋友的开场也都很可爱。今年做的还不错，对啊，比较特别。对，你喜欢哪个部分？雪怪比较有一个造型主题。对，因为之前是只有圣诞树这样。对。所以今年有主题比较不一样。对，会比较吸引你，会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会带小朋友来玩。除了超级好拍的雪怪与迷宫椰蛋树，购物中心还特别邀请业者在 B2 微笑剧场推出多美火车嘉年华，规划超大铁道王国展示区、好玩园游区以及免费试玩区，吸引许多大小朋友前来体验酷炫又好玩的火车玩具。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带来的是多美的大场景火车，以及我们有在那边摆放试玩区，可以让小朋友组装火车的乐趣。那我们这一次呢，也很特别的，有跟黑松去做合作，推出限定款的黑松车子，跟国光客运的合作车子，所以在这个现场的话，也是每天限量才买得到的。那各位可以看到之后，我们现在背景的这个地方呢是大场景区，我们有摆设所有的台湾的风格，大家可以在现场找找看有什么你认得的台湾建筑物哦。购物中心的雪怪与迷宫椰蛋树会展出到明年的1月2号，邀请大家前往跟萌萌的雪怪们一同共度欢乐耶诞。另外，多美火车嘉年华则是会展到12月5号，请大小朋友把握机会，现场展售各式日本新干线以及台湾火车，小铁道迷们千万别错过。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高雄新乐街不只是奶茶一条街，还有很多将近100年的老房子能够沿途欣赏。其中一间老屋改造的复合式咖啡厅，不仅有专家等级的咖啡可以品尝，老板活化室内空间，让咖啡厅还能定期举办艺术展览。近期的音乐导聆会吸引热爱音乐的同好到场欣赏。昏黄的灯光和浓郁的咖啡香包裹着饱满的音符。高雄新乐街上这间80多年的老屋所改建的咖啡厅，正在举办着一场音乐的飨宴。然后又兼差做音响、制造跟伴奏。咖啡厅的老板将空间活化，加入大量艺术元素，让客人来到这边，不只有专家好咖啡喝，还有专门保留给艺术家展示的墙面可以欣赏。因为我觉得咖啡厅就是除了咖啡以外，我觉得它应该还是有很多生活里面的东西、美学的东西加在里面。就我觉得音乐啊，然后展览艺术这东西，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东西。音乐的话是我们这几个月做比较多的事情，之后可能会有比较公开招募大家来投稿。除了视觉和味觉的享受，听觉的艺术也透过厂牌合作在空间内呈现。咖啡厅定期举办展览，例如难得一见的音响导聆会，透过专业讲师教导大家赏析录音室专业音响的门道。这个喇叭是 JBL 的录音室监听喇叭，那我们透过就是去了解说录音室他们在听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概念，然后我们透过不同的音乐表演者去展现说我们想象中录音室或是很准确的音质比较精准，然后比较直接。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啊，但因为每个人听起来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用音乐去让大家主观感受。多种艺术形式能有这个空间展现，仰赖于青年创业计划。老板原先也只是在咖啡馆打工，热爱咖啡文化的青年，如今透过青创补助，得以一展抱负。如果以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话，要重新就是开一家店的那个启动资金，就需要可能一笔钱嘛，100-200万以上。对啊，我觉得以一般人来说，还是一个蛮大一笔钱，所以还是需要再一笔启动的钱。那我觉得青创这个东西帮助蛮大，就是对于重启一个事业或是新创一个事业的那个年轻人来说，我觉得都蛮有帮助的。80年老屋因为青年的梦想、艺术与咖啡的交织而注入新的生机，来来往往的人气，不论是品尝咖啡或是听听好音乐，都让多年的新乐街老屋重现往年风华。记者潘志光、林凡飞高雄报道。基隆首度举办的2023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从12月1号开跑，共吸引40家卤肉饭店家共襄盛举。记者会中，各家业者端出自家最强的卤肉饭特色，邀请民众来基隆吃美食。各
各式各样的卤肉饭一字排开，为的就是要吸引各地民众来参加2023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记者会中，参加活动的店家都精心端出自家最强的卤肉饭特色，让人食指大动。我都是这个是羊肉的卤肉饭目前还没有听说台湾其他地方有人在卖就等于说只有我们基隆有特别有羊肉卤肉饭。对，我们还有搭配羊肉羹汤、羊肉清汤，尤其羊肉清汤就是用现烫的就像台南人出名的牛肉汤，我们是羊肉汤，大概10碗的分量，加上盘子大概有20几公斤。因为我们基隆是第一次办卤肉饭争霸赛，那我希望能够呈现出来，让大家知道我们基隆的卤肉饭是最好吃，也是最香的。所以我不辞辛苦再怎么晚，我也要去准备这个碗出来。那相对的，我对我的料理也是非常有信心。希望大家能够来孝山路25号来尝尝我健康鸡肉饭里面的卤肉饭。除了这个之外，鸡卤饭就是鸡肉加卤肉是我们的招牌，也是我们的特色。希望大家能够来尝看看。因为我本来是做大便炒跟油饭，那因为后来也有卖卤肉饭，所以说也有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样。这是什么样的口味的卤肉饭？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的卤肉饭是比较偏瘦了，就是比较瘦肉比较多。是。对，所以跟人家不太一样，对啊。参加活动的卤肉饭店家卧虎藏龙，让人看见卤肉饭可以变化出不同的口味。店家也感谢市政府用心举办这次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让他们有机会展现自家的卤肉饭美食特色。也欢迎民众来基隆走走，品尝店家用心制作的美食小吃。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台南市北区立人国小跟国际接轨，特别跟美国犹他州姐妹校以全英语进行视讯交流，并且搭配美术班学生制作的创意食物模型，来推广蛋仔面、棺材板、蛙粿、豆花、波霸奶茶等台南的在地美食。We are from Taiwan. Okay, today we are going to introduce our local food. Okay, around our area. 台南市立人国小师生与美国犹他州师生进行一场美食文化互动，以手绘美食地图海报，使用全英语介绍食物特色、食材以及制作方法。现场特别准备5种台南美食小吃，还有美术班师生共同打造的创意食物模型。看起来是真的，但是是假的，栩栩如生。包括这个波霸奶茶是咱立人牌的波霸奶茶，看起来可会使摇来摇去，你是假的袂使啉像这个就是用亲子土做的，然后这个珍珠每个都要做的非常圆，还要知道它的那个光泽。不仅台湾美食，犹他州的师生也准备了美国感恩节的代表食物，并介绍感恩节的家庭活动。透过镜头，让学生充分享受一场语言与美食的文化交流飨宴，进一步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Thanksgiving, it's in the name, right? 感恩节 Thanksgiving. Saying what you're grateful for, being thankful is a big part of this, right? Not just the food.Although we have some great foods like turkey. 他们交流完之后，想要再跟他们更深入的去交流一些像他们的建筑啊，或者是其他的等等，希望可以了解到他们更多的一些特色的东西。我之前有含日本，嘛含俄罗斯，再是含美国，嘛含韩国，咱暂时另外嘛可能含埃及、英国的部分拢会含因的囡仔。做互动做学习啦，希望是咱的囡仔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透过数位的国际交流，丰富了双方的学习经验，相当具有意义。立人国小的师生也趁此机会，邀请美国犹他州学生明年来台湾，感受府城400年的魅力。Visit us, come to Taiwan and visit us, okay? 记者杨秀怀台南报道。
高雄富邦马拉松起跑首日由3.5公里的休闲组打头阵，大小朋友装扮成特殊造型成为焦点。接着是超级吸睛的恐龙变装竞速赛，100多只大小恐龙在国家体育场的田径场拔腿狂奔，冲刺到终点，可爱又好笑，把气氛炒到最高点。预备。鸣枪起跑之后，穿着恐龙装的跑者就拔腿狂奔，有的把裤管卷起来，可以跑得更快；有的用手把头固定，减少摇摆和阻力，各出奇招。自己本身是田径选手，然后也是田径教练，然后我想说可以来玩一下，把那个看得到的地方拉下去一点。会，因为所以我特别把裤管拉高一点。从1个月就开始穿恐龙装练习了，真的、哦？对，我都会到体育场练习。实际穿恐龙装练习。最后快到终点了，选手们努力冲刺，每只恐龙都变成了歪头斜脑的，但还是能够直直的往前冲，可爱又好笑。到了终点之后，选手们赶紧把恐龙装脱下来透透气。其中一位跑者竟然是高雄市运发局局长，一趟跑下来也是气喘吁吁。跟平常跑步真的差非常多，因为非常热，在里面非常闷。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经验。那如果没有穿过的话，也呼吁大家、鼓励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试试看。除了恐龙变装竞速赛超级吸睛之外，3.5公里的休闲组也有惊人的装扮，有的装扮成天使，有的装扮成江南4大才子，还有人扮成骑着赤兔马、手拿大刀的关公，都非常用心。我是员外，他们是才子，然后我们是那个跆拳道馆的，在桥头那边的跆拳道馆，所以花了不少自装费哈。是啊。对啊，当然我们家长也很支持我们啊，让孩子们一起来参加。我们代表高雄龙总心肌梗塞学会，我们大概有40-50人来报名参加。好玩感觉怎么样？很不错，很健康。原本只是想要买给小朋友的，然后刚好我们教会是福气教会，所以我们就扮天使，蛮凉爽的，因为翅膀可以挥动。为了让民众享受跑马拉松的热闹气氛，市府运发局特别规划了恐龙变装竞速赛以及休闲组的创意变装秀，希望借此养成亲子运动的好习惯。恐龙装的这个造型跑步，我们希望能够带给这个城市更多的欢乐、更多的创意。那也希望明年恐龙能够多一点，因为明年是龙年。所以我们希望用恐龙装的马拉松竞赛，我看这几个都跑得非常的好。我们明年扩大办理的话，希望能够募集500只以上的恐龙一起来跑步。国家体育场上演爆笑的恐龙侏罗纪，100多只恐龙竞速狂奔，成为高雄富邦马拉松赛事中有趣的画面。记者苏焕君、赖昌邦高雄报道。秋冬季节，很多家长会开始替家中小孩进补，但随着饮食西化，现在儿童性早熟比例越来越增加。奇美医院中医院医生指出，现在一些传统的转骨配方已经不适合，要评估是不是性早熟。除了要看儿童的第2性征发育，另外骨龄是不是超前也很重要，补过头或是发育不够，都会造成反效果。近年来，因为小孩生得少，很多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小孩矮人一截，因此寻求中医，希望转骨。尤其立冬以后，很多民众开始进补。不过，奇美医院中医部医师庄兆宇表示，如果补过头，有可能造成儿童的性早熟，因此医师一定会评估儿童的第2性征发育与骨龄是不是超前。我觉得现代的小朋友的体质跟较早以前的体质是不太一样。现在小朋友蛮多都是营养过剩的问题啊，甚至很多有一些体重过重或者是肥胖的问题。那其实像这一类小朋友是不适合吃传统的转骨方。那一般来说，最谨慎的方式，我们还是会建议来门诊。我们会先就小朋友的年纪，还有他第2性征的发育，甚至我们会帮他安排一个骨龄 X 光的检查。那假设他的发育状况是在正常范围，那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骨龄有一点点落后，这一类的小朋友才可以考虑评估吃转骨方。假设他是属于骨龄超前，第2性征也都完全超前的，这类小朋友反而是有性早熟的疑虑，反而是不建议吃传统的转骨方。有转骨处方，相对也有抑制发育，
医师表示，传统的转骨都会补肝补肾，虽然一开始可能有很好的效果，但如果是骨龄加速换来的，因为骨龄的超前，造成后来停滞生长也不好。因此，医师建议，针对儿童的生长发育，还是要以饮食、睡眠与运动为主，多补充优质蛋白质与跳绳、篮球等纵向运动，不只能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也能帮助身高的发展。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中嘉宽屏携手台大新闻研究所举办科技创新跟韧性社会论坛，探讨 AI 科技如何应用在生活上，以及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与谈人来自产官学界，期盼这个复杂的议题能够带给大家去应对未来的挑战，或是跨领域合作。AI 浪潮席卷而来，从人机互动、讯息传播、医疗保健、交通等各领域都有显著变化，也许带来了繁荣与便利，随之而来的挑战与风险也必须克服。这些议题值得大家深思。中嘉宽屏携手台大新闻研究所举办科技创新与韧性社会论坛，探讨 AI 科技与当代社会的互动。我昨天走在校园里面，在那个活动中心的前面的那个海报的那个地方哈，看到这就在最近这个短短的1个礼拜之内，我们校园里面其实有好几场关于这个 AI 的相关的这个论坛哈，所以表示这 AI 一定是受到大家非常大的这个重视。我就举几个数字哈，根据我们现在产业的这个分析，AI 的相关产业呢，全球来看的话，在未来10年，每年会以17到19% 的这个速度在成长。那这个到底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台湾还有美国的国家的 GDP 的成长率大概是这几年大概是2点多个%到3点多个%。那我们如果看我们的台积电的话，台积电过去10年，也就是台积电最快速发展的这个时间呢，每年大概是13个%的这个成长率。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 AI 的产业，它整个产业的产值当然比这个台积电要大得多，然后是以17到19个%的速度在成长。所以这其实我们可以预见到未来在很多的经济活动、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的工作就业上面AI 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将会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巨大过去几年新闻所持续办的这个大型的研讨会，到了今天，我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在新闻传播的这个产业或者是这个学术的领域里面去探讨我们其实深刻认识到跨界研究跟跨界的合作的重要性所以我想今天来参加这一场活动，除了 AI 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之外，很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导入了跨领域的思维，所以不管是在技术面的应用，然后社会影响面的分析，最后去总结在这个怎么样面对 AI 发展的这个治理的议题的探讨。好，所以希望就像刚刚院士所期待的，希望今天这一场研讨会可以让大家收获满满。AI 生成的影像和图片已经为媒体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与改革，也充斥在网络世界中，丰富了视觉表达的可能。民众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到关于 AI 创造的讯息。所以这个就只是一个例子就是当你是透过辨识、理解、生成，其实不是只有讲这个文字像GPT 这种缺乏你可以去生成，其实你所有的影像、你的声音、你的歌曲也都是可以生成。那比如说我们在今年年初也发表了一个AI 的这个音乐学习生成的这个工具那以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把流行音乐透过很简单的透过你输入一段字，那它就可以帮你产生这段字相关的歌词、歌曲及伴奏。那这个结果其实我们也在网络上放出来我们请一个 AI 歌手在网络 YouTube 上唱了半年但其实没有人发现他是 AI 歌手，大家可以听一下。听得出来这是 AI 合成的，举手一下。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昨天下的老照片。所以大家可以
知道，在未来的世界就是这样子，人工智慧它讲的比你强，它唱的比你好听，它去做这个各种语言的这个论述，它会比你更完整。所以这个 ChatGPT 它出的这个报告，就是你可以看到各行各业在跟 ChatGPT 它所谓的这美国的各种的考试跟 ChatGPT 做比较，大部分的人的标准的考试 ChatGPT 都会赢人。尤其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在纽约州的这种法律系的考试，如果让 ChatGPT 去考的话，它赢90%的人。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律师应该都是考不过 ChatGPT。科技创新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唯有深入了解资讯科技如何被应用在社会，才能掌握科技塑造未来的方式，永续发展。记者温君台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感谢收看，我们再会。